2021到2025年，我國出台一系列政策舉措，加力支持建設清潔能源外送通道，完善特高壓主網架，推動特高壓交直流輸電技術發展。5年間，我國特高壓工程總投資超過3800億元，特高壓發展邁向快車道。白鶴灘水電站奔湧嘅浪花轉為源源不斷嘅電能，7毫秒內就有1600萬千瓦清潔電流沿特高壓空中走廊直達江蘇浙江。14、5期間，我國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步伐加快，喺能源資源富集嘅北部同西部地區規劃建設咗9大清潔能源基地，特高壓輸電工程成為清潔能源遠距離輸送重要嘅電力高速路。5年間，一批世界上輸送容量更大、輸送距離更遠、技術領先嘅特高壓輸電工程相繼投產。河西走廊嘅風電、準格爾盆地嘅太陽能、金沙江嘅水電通過一條條電力高速路送往用電需求巨大嘅中東部地區，助力重塑中國能源版圖。2024年，我國跨區特高壓直流輸送清潔能源電量達到4200億千瓦時，比13.5%增長70%，佔比接近60%。